家你弄个又放过了嘞？姑妈姑姑子就个人就啥子呀？你对面有个都抖音呐，搞啥子要到个车姑姑子黑龙呀？人家你弄一个又放过了。你提嘛，你提绝对嘛，绝对不会把。你那姑妈姑，一黑对面下子一头子黑家个有点车过了，个那个，姑子么？姑子在车个一人呀？你得靠脚了，要讲爱个节目治疗吗？有呀，你治理对门，你要加一位嘛？你那姑那姑子不说黑没路，不黑了一路嘛，没得帮真正走咯。小鸡嘅嘛，那最多叫那最多嘛，但小鸡爱给叫小鸡子些，小鸡老凉，给老冷，给老凉，小鸡嘅好好子弄，老恩的老恩的，没老干凉干，妈嘅。都搞到牛得摊上那多，落得全走不，一走不我走不。个手嘛，咱们就摊都不的牛那，个手个喏，个有就干事上做的牛那，对牛嘛不然还活喏。个手嘛个做，有手个做，有时那拿来养手的。你全走不，一走个走不，没得别弄了。干到，这你就干这就干到。那天，个地老多买个地是多买到，有绿啊。你还老得子弄到的，弄到好多是在弄长，几多是真长，就弄钱包那个，我脚路里头只能真有一路手。个三个都用提中过，两个系那个。就都赔，我就都那弄到个，我地下的，只让了还有个地。